咦咦，條馬路冇乜車喎，嘿，得唔行天橋啦，就咁行過去先。嘿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鄧哥啊，冇睇我60幾歲，哼，我行步路都型過人啊，睇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係咪好型呢？不過諗下先，咦，最近聽個口號喎，就係慳一步輸條命，行多步會變靚喎。哎呀，都係行天橋先啦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哇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，掟個靚彎先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哇，話咁快過對面啦，係啊。咦，對面有個靚女等緊巴士喎。喂，靚女，等巴士啊？真係陰公咯。不如坐架7人車啦，我而家過嚟接你，好快啊。咦，咪住先。喂，有個後生仔想唔行天橋喎。喂，我要喝止佢先。喂，衝啊！喂，後生仔翻嚟啊！哎呀，弊啦，行咗過去添。喂，睇車啊！砰砰！哇！唉，我都話慳一步輸條命，行多步會變靚噶啦。唉，聽我講。哇！1年後，我係阿鄧哥啊，係咪唔同晒呢？大家都要小心安全啊！無厘頭電視記者鄧簡文報道。